点点空空嘅无下欣赏。冷天會到來前，要東到條路嚟做，我準備好合款嘅衫褲。我出門啦！喺我先了嗰個帳號來，咪先準備好東到食嘅東西。大家都都冇喊出了。王先生，王先生。哦。嘿。王先生雖然長日記腳停，實都好做點點空空嘅事情。冷天來咧，先緊落緊抬，大家都會辦福咧。姐姐，好好夾到。王先生，我冇想講，你倆到身行，我天定就會聽到你倆到咧。長日記腳嘅王先生，聽大家唔到。啊？來，我來朗誦下行。好。我有到啦啦！很冷哦。我準備凍到，唔是小為唔拿事。兩條毛毯夾到那一本無下先生。好。兩本衣。啊，是夢兒。冷天我當叫長來個，大部分嘅時間，大家都啲嘅水母，不過你要水唔落夠嘅時間。你做到冇窮用嘅事情好啦。哎呦，自己會不會學死哦？啊，還有當道種，你去看啊。係裁縫叉嘅上呢。好老師也上哎。王先生休息嚟安道上，貴州冷天啊，是神奇到嘞。